各位长辈朋友们，请问当您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，是否曾经感觉双腿无力？您最近是否注意到楼梯似乎变得更陡了，或者当您提起轻物时，双手会有些微微颤抖？大多数人认为这只是变老的自然现象，但事实上，这不仅仅是年龄的问题，这是因为肌肉流失的速度悄悄地超过了肌肉修复的速度。如果我告诉您一个简单的咖啡秘诀，只需使用4种日常食材，就能比您想象中更快地帮助重建流失的肌肉力量，您会怎么想？这不是某种营养补充剂，也不是一套健身课程，这是您每天早上在自家厨房就能做到的事情。研究现已显示，将特定的营养素与咖啡因结合，实际上可以唤醒您的肌肉细胞，并将蛋白质的吸收率提高超过40%。请务必看到最后，因为最后一种成分是几乎每一位长辈都会忽略的，但它却是自然重建肌肉力量的真正关键。请问您今年贵庚？您是在哪里收看我们的节目？最近您的健康状况如何呢？我很希望能知道大家的近况。第1号成分，乳清蛋白与咖啡。这是一种简单且天然的力量来源，您的身体已经知道该如何利用它。过了60岁以后，您的肌肉就像一块前造的海绵。当您晚上睡觉时，身体会分解肌肉组织以获取能量。当您醒来的那一刻，您的肌肉已经准备好再次吸收营养，而蛋白质就是让它们复苏的水分。当乳清蛋白与咖啡混合时，能为您的肌肉注入它们整晚都在渴望的氨基酸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组合如此有效的原因。乳清蛋白含有9种必需氨基酸，其中包括一种称为亮氨酸氯其内的成分，它是启动肌肉修复的开关。您可以把亮氨酸想象成火星塞，它告诉您的身体，嘿，是时候重建了。这与其他需要数小时才能消化的蛋白质不同，乳清蛋白仅需约20分钟即可被吸收，这对您的肌肉来说简直是闪电般的速度。而时机就是一切。咖啡中的咖啡因就像是一把点火钥匙，它能唤醒您的神经系统，并促进流向肌肉的血液循环，帮助那些氨基酸到达最需要它们的地方。咖啡与乳清蛋白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套组合拳，能量加上修复，全部都在同一杯饮品中。使用方法如下：首先选用高品质的分离乳清蛋白 （Whey Protein Isolate）， 最好是来自草饲牛的乳源，因为它更纯净且对胃部负担较小。在您的热咖啡中加入意式，大约25克，搅拌均匀，或者让咖啡稍微冷却后再混合，以避免结块。香草口味或原味的混合蛋白粉效果最好。如果您有乳糖不耐症，分离乳清蛋白几乎不含乳糖，通常耐受性良好。那么，为什么这个简单的添加物对长辈见效如此之快呢？因为过了60岁，您的肌肉对蛋白质的敏感度会降低。这种状况在医学上称为合成阻抗 （Anabolic Resistance）。您需要更频繁地摄取适量的蛋白质来触发肌肉生长。乳清蛋白透过其丰富、快速且易吸收的特性解决了这个问题，让您的身体每天早上都能抢得先机。这一个习惯能将您的咖啡从单纯的提神饮料转变为肌肉修复的仪式。它简单、经济实惠，而且您可以从明天就开始实行。
虽然乳清蛋白提供了肌肉所需的原材料，但还有另一种成分，就像涡轮增压器一样，能帮助您的身体提高40%的蛋白质吸收效率，而且它的气味非常迷人。在我们继续之前，想请问您，是否曾经尝试过在咖啡中加入蛋白质？欢迎分享您的经验。第2号成分西兰肉桂，这是我们的涡轮增压器。西兰肉桂 Ceylon 秦纳蒙常被称为真肉桂，只要在您的晨间咖啡中加入1茶匙这种香甜芬芳的香料，就能对身体构建和维持肌肉的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。这背后的科学原理很简单，每次您摄取蛋白质时，您的肌肉都依赖胰岛素将氨基酸肌肉的微小构建块运送到肌细胞中。您可以把胰岛素想象成肌肉生长的送货卡车，西兰肉桂就像是为这辆卡车进行了保养，帮助它行驶得更平稳、更快速。它能改善胰岛素敏感度，这意味着您的身体可以更有效地将那些氨基酸拉进肌肉中，而不是让它们在血液中闲置漂浮。这就是神奇之处，更好的吸收，更好的恢复，更强壮的肌肉。而且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，肉桂有助于平衡血糖，防止许多常被在喝完第1杯咖啡后会经历的上午精神崩溃。不过，并非所有的肉桂都是生而平等的，大多数杂货店卖的肉桂是中国肉桂卡西亚沁纳蒙，它含有一种称为香豆素 coumarin 的化合物，如果每天使用，可能会对肝脏造成负担。相比之下，西兰肉桂更温和、更安全，且更适合日常使用。它更甜、更清淡，且益处更多。您可以在大多数健康食品店或网络上找到它，这绝对物超所值。使用方法如下：当您的咖啡和乳清蛋白完全混合，半乳半茶，吃到1茶匙的西兰肉桂粉，它能完美融合，并赋予您的饮品温暖宜人的香气。如果您刚开始尝试肉桂，可以从少量开始，然后随着习惯这种风味，逐渐增加用量。为了给您一个真实的例子，让我们谈谈阿明伯。阿明伯，一位来自台南的69岁退休技师，他告诉我们，他以前甚至连工具箱都提不动了。简单的家务事做起来就像是繁重的锻炼。在饮用这种肉桂咖啡组合2个月后，他说感觉身体像是苏醒了一样。他开始重新修理家里的东西，并感觉到一股多年未曾有过的力量和活力涌现。这就是这种天然协同作用的力量。乳清蛋白提供砖块，而肉桂则派遣工人来更快、更强固地进行建造。现在，如果我告诉您还有更多简单的添加物，可以将您的晨间咖啡变成增肌的强大能量库呢？您即将发现2种额外的成分，能将这个习惯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。特别是如果您正在与僵硬或肌肉流失对抗的话。如果目前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这对我们持续制作赋予长辈力量的内容真的很有帮助。增强肌肉力量的额外咖啡成分，既然您已经知道了乳清蛋白和西兰肉桂的力量，让我们再进一步。因为事实上，您的肌肉不仅仅需要蛋白质和更好的吸收，它们还需要正确的环境来进行重建。这就是这2种额外咖啡成分发挥作用的地方。额外成分：异胶原蛋白胜肽，这是重建者。如果说乳清蛋白为您的肌肉纤维提供燃料，
那么胶原蛋白胜肽 collagen peptide 则是加强将这些纤维结合在一起的基础。把胶原蛋白想象成将肌肉、肌腱和关节连接在一起的胶水。60岁以后，您的身体自然产生的胶原蛋白会减少，这就是为什么恢复感觉变慢、僵硬感更快出现，甚至小小的动作也会让隔天感到酸痛的原因。在您的晨间咖啡中加入意式原味的胶原蛋白胜肽，是重建内部支架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它容易溶解，不影响口感，并能同时支持肌肉恢复和关节灵活度。研究显示，每天服用胶原蛋白的长辈，在短短几周内就能看到活动能力和腿部力量的显著改善。您可以单独使用胶原蛋白，或将其与乳清蛋白混合使用，它们搭配得天衣无缝。乳清蛋白构建肌肉纤维，而胶原蛋白则强化使动作顺畅无痛的肌腱和结缔组织。这就像是同时重建身体的引擎和车架。额外成分2异水肌酸，这是电源开关。这一点可能会让您感到惊讶。肌酸 creatine 不仅仅是为了运动员或健美选手准备的。事实上，来自哈佛大学和梅奥诊所的最新研究显示，它可能是长辈保留肌肉量和改善体力最有效的营养素之一。简单的解释是这样的：肌酸帮助您的肌肉储存和回收能量。当您活动时，无论是从椅子上站起来还是爬楼梯，您的肌肉都会消耗一种称为 rp3 磷酸腺苷的分子，它为每一次收缩提供动力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您的身体产生的 ATP 减少，导致恢复变慢和输出变弱。肌酸有助于重新填满那个 ATP 油箱，给予肌肉保持更长时间活跃所需的火花。在您的晨间咖啡中加入3到5克的异水肌酸 creatine monohydrate，有助于恢复能量水平并改善肌肉耐力。它无味易溶解，并且与您的乳清蛋白和肉桂习惯完美搭配。只需确保全天多喝水，因为肌酸会帮助肌肉保留水分，以获得更好的水合作用和表现。举个例子，住在新北市67岁的秀英阿姨 Auntie 旭莹说，他在看到类似的健康建议后，开始在咖啡中加入胶原蛋白和肌酸。在1个月内，他注意到平衡感改善了，早晨的疲劳感也消失了。他的医生甚至评论说，他的肌肉张力看起来比以前更强了。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微小但持续的日常习惯。这个组合：乳清蛋白、西兰肉桂、胶原蛋白胜肽和肌酸，创造了我称之为肌肉重建咖啡组合的配方。这是一个营养强国，滋养您的肌肉，为您的能量加油，并每一杯都在修复您的基础。常见问题解答，让我们回答一些长辈关于这个肌肉重建咖啡习惯最常见的问题。因为微小的改变力量强大，但前提是您必须做对。问题一：我应该多久喝一次这种咖啡？理想情况下，每周4到5个早晨。您不需要每天都喝才能看到效果，但持之以恒是关键。把它想象成浇花，当定期给予养分时，您的肌肉生长得最好，而不是一次全部灌溉。如果您错过了1-2天，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让它成为您长期生活习惯的一部分。问题2：什么时间喝最好？早晨是最佳时机，最好在醒来后30分钟内。这是经过整夜进食后，您的肌肉对营养素最敏感的时候。早起饮用能给身体所需的启动，以进行修复，并提供一整天的能量。避免在睡前太晚饮用，
因为咖啡因可能会干扰您的睡眠。问题3：之后可以吃早餐吗？当然可以。事实上，将这杯咖啡搭配清淡均衡的早餐，如燕麦片、鸡蛋或水果，有助于维持能量并保持血糖稳定。这杯混合咖啡是您的预热肌肉燃料，它从内而外唤醒您的身体。问题4：多久能看到效果？大多数常被在最初2周内开始感觉到微妙的变化，早晨更有精神，僵硬感减少，步伐更稳健。到了第4到6周，变化通常会变得肉眼可见，平衡感改善，腿部更稳定，移动时更有自信。请记住，您的身体需要时间来重建肌肉纤维，但只要您坚持每一天，您就是在为持久的力量打下基础。问题5：我可以使用其他类型的蛋白质吗？可以，但分离乳清蛋白仍然是长辈的黄金标准，因为它易于消化、迅速吸收，且富含量氨酸及触发肌肉生长的氨基酸。如果您对乳制品敏感，包含豌豆蛋白和米蛋白的植物性蛋白混合物是极佳的替代品。问题6：可以加牛奶或奶精吗？可以，但请保持简单，少许低脂牛奶或无糖杏仁奶是可以的，避免使用加满糖或人工香料的重口味奶精，它们可能会削弱西兰肉桂的胰岛素效益，并减缓蛋白质吸收。问题7：这对每个人都安全吗？一般来说是的，但请务必先咨询您的医生，特别是如果您患有肾脏疾病、糖尿病或正在服用血压药或抗凝血剂。这些成分本身是天然且对长辈安全的，但您的医生最了解您独特的健康状况。问题8：如果我不喜欢咖啡怎么办？没问题，您可以将相同的成分乳清蛋白、西兰肉桂、胶原蛋白和肌酸混合到温水茶，甚至是早晨的果昔中。益处来自成分本身，而不是咖啡因。归根结底，目标不仅仅是锻炼肌肉，而是重建您的独立性、自信心和过上您喜爱的生活的经历。您建立的每一个小习惯都会累积成强大的力量。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我想分享一个重要的提醒：本内容仅供教育目的，不能取代专业的医疗建议。每位长辈的健康状况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如果您有肾脏问题、糖尿病或正在服用任何药物，请在改变饮食或补充剂习惯之前与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讨论。大多数长辈都可以安全地享受这个咖啡方案，但最好确保它符合您的个人健康计划。现在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涵盖的内容。如果使用正确的组合，您的晨间咖啡可以成为强大的肌肉构建工具。第一步，加入分离乳清蛋白，获取快速的氨基酸以重建力量。第二步，拌入西兰肉桂，帮助您的肌肉更有效地吸收蛋白质，同时保持血糖稳定。第三步，加入胶原蛋白胜肽，强化结缔组织和关节。第四步，包含一水肌酸，为您的肌肉重新充电，以获得更好的耐力和爆发力。这4种简单的成分结合在一起，将您的晨间咖啡变成了我所说的肌肉重建组合。它经济实惠、容易取得，且经证实有效，特别是对于60岁以上希望保持活跃、独立和强壮的成年人来说。试住这样想，每一口都是向您的身体发出的信号，告诉他您没有放弃，您正在重建，您正在告诉您的肌肉，醒醒吧，我们还有更长的人生要过。请记住，成果并非来自完美地执行每一件事，它们来自于日复一日，一杯接一杯地出现，并带住照顾自己的意图，这才是真正力量的样子。如果这个内容
激励了您，请花一点时间点赞并关注我们，以获取更多专为长辈量身打造的实用自然健康秘诀。最近您的健康状况如何？欢迎在下方分享您的想法，我会尽可能阅读并回复。如果您愿意支持我们的使命，欢迎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，即使是最小的心意，也能大帮助我们为您创作更多赋权的影片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请永远记住，微小且持续的行动能创造持久的力量。祝您拥有稳健的双腿、强壮的肌肉，以及更健康、更自信的自己。让我们从一杯咖啡开始。